常常聽人講，這江板的果子袂甜，強求的愛情袂圓。3年前呢，來到台灣學華語的這個澳洲查甫人 Alex， 因為鳥鼠藥中毒，險險無命。調查了後，卻發現講是含伊當機的查甫人，甲伊下毒甲頭的，1個月甲伊頭3擺。專案經過台北地方法院審理了後，經依照殺人未遂罪，甲這個姓楊的查甫人判刑11年2個月。今年8甲爸母調工來台灣出庭，澳洲籍查甫人 Alex 3年外前來台灣學華語，卻是因為鳥鼠藥中毒，差點死去。專案經過1年半審理，台北地院2日宣判，認定下毒兇手就是 Alex 佇台灣同居的女朋友。一審依照殺人未遂罪判處姓楊的查甫人11年2個月徒刑，專案依完再上訴。他具有計劃性、手段惡劣，並斟酌兩造的關係等一切情狀，認定被告犯殺人未遂罪。處有期徒刑11年2月。姓楊的查某人一審有罪，是合議庭認定講，伊不滿 Alex 有離開台灣的計劃，受到刺激犯案，佇果汁內底摻這個超級花法啉毒藥，更加利用一直陪伴佇身軀邊的機會，等 Alex 斷伊治療，尾後較好的時陣，繼續佇食物件下毒，互病情又較嚴重，短短1個月嘅至少下毒3擺。覺得今天還是不認罪嗎？洪當判姓楊的查某人對真早的時陣還口供了後，到即陣攏無愛認罪，也無出示對方的諒解。合議庭批評，伊為了滿足個人私人的慾望，完全無尊重別人的性命，對 Alex 性命有忽視的表示態度。這個犯意已經提升到有故意殺人的這程度。等於說還給被害人或者家屬一個公道。好，那也澄清一些問題。有一個傳聞說 ，Alex 是因為吃到什麼台灣小吃啊，老實講，他們也是被誤導了，以為說就是吃壞肚子，然後吃壞肚子就是因為在外面吃小吃，然後這樣子。所以我有代表他們很誠摯的跟大家說很抱歉了。其實在專案初期 ，Alex 爸母不懷疑台灣的小食和污染，和後生食到中毒，引起國內外媒體注意。伊這個家屬在被告住所所在發現鳥鼠藥了後，態度才出現轉變。尾後也講是誤會有下失禮。這個感情的糾紛是因為查某人為着甲人留條例，險險甲人害死，就唔拿紅判當刑，將來要面臨民事的賠償。記者綜合報道。